Hello，朋友们晚安。不好意思，今天晚了几分钟上线哦。那有没有人坐第一排要跟我们打招呼的呢？今天我们的第一排、第二排全部都在线上了哈，非常的期待今天我们的讲座，因为我们呢邀请所有之前到过我们直播的所有的夫妻跟单身都来到我们的现场，所以呢非常的精彩哦，内容很丰富。那请大家也帮我们按赞、转发、按提醒。好，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是第10个难题了哈。哎，不好意思。好，你是为了结婚而结婚吗？有些人有婚姻恐惧症哈，就是说因为家人说要结婚，所以结婚哈。那你为了孤单而结婚吗？为什么想要结婚呢？你会不会有婚姻的恐惧症呢？好，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就会邀请到我们的师母来跟我们分享，然后再来就很多的人哈。那我在这里就不先一一介绍了哈，因为太多精彩的内容。Hello，师母，Hello，大家好啊！晚安，很对，晚安。兴奋哈，来到第10堂课了。哇，感谢主啊！我们这个过去这样子啊，全部都以为说可不可以撑得下去哦？真的，每个礼拜五本来已经很累，可是上线就很兴奋哈。对，上线就很兴奋，然后看到大家的回应啊，然后也看嗯，到大是，家有问问题，然后我们弟兄姐妹都上来现身说法，那我觉得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啊，让大家是，参与在当中。那我们也看到海对，外有些弟兄姐妹都有回应啊，回应说，嗯，我们讲的讲座多多少少都帮到很多他们，然后他们也可以给他们考虑到说，将来他们怎么样预备自己进入婚姻对，当中，很是吧？重要哈。我们最是近也把它上传到票圈，所以如果你在内地中国的，你需要我们的连接，也可以跟我们索取哈，可以在票圈看到哈。如果你是，有朋友在中国哈，他不对能够看 Facebook 的这样子。对对对，啊好，啊，那我们今天内容很多，那我就把时间对先交给师母喽。等一下再见。啊，等一下再见啊，那我们想说呢，今天晚上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晚上，怎么说特别呢？就是因为呢，我们今天呢是把所有的人呢都邀请进来，就是曾经在我们线上的哈，然后邀请他们进来，然后一一的来讲这个课题。因为今天的课题呢是说，如何消除结婚的恐惧。那不晓得你们在直播前的人，你们觉得怎么样？你们有害怕吗？如果说你还是单身的话，你有害怕结婚吗？还是你觉得我不想结婚，还是什么原因呢？那我想给大家看一看哈，这个你们看到的东西呢，你们可以感觉怎么样呢？你们觉得有没有看过这套片子？啊，这套片子我们说什么？落跑新娘啊，那这个是在90年代一套片子啊，蛮多人看的。那这个落跑新娘她本身是怎么样呢？她是呢结婚，然后正在准备新娘子要进到礼堂的时候呢，她就转回头了，就出了礼堂了啊，就等于说相对于她真的是害怕进到那个地方，然后就逃婚了。所以呢，他们有人把它取的就是说 runaway bride 啊，就是跑了3次哦，3次男的都给他求婚，然后都举办了婚礼，但是最后呢，他还是不敢结婚，有他的原因的啊。那如果你们想看的话，你自己可以上网去看一下哈。但是我们今天不是在介绍这个落跑新娘啊，我们现在讲到一个，就是说结婚
还有结婚，两个婚字都不一样啊，一个是真的是结婚了，另外一个是结了婚之后再昏掉了啊。那到底说这个我们说婚姻危机的影响，我们过去9个课题哈都讲到婚姻啊，结婚前的10大难题。那这今天是最后一个难题，因为有时候准备要结婚的时候，他有很多的要考虑的事情啊。考虑的事情是什么呢？有些人说我不结婚是因为我只要性，我不要关系，因为他害怕尾声，他担心了，如果他们结婚之后能不能承续下去呢？觉得说好，我们只要性不要关系。那因为这个大家对很多人周边我们都讲嘛，很多人周边很多朋友都离婚，那一想到他们在离婚，你害怕吗？啊，当然会有人害怕了哈，所以他们说啊，我们只要性不要关系。但是也有人说他只同居不谈结婚啊，只同居不谈结婚，但是这个也是一个影响的哈。只同居不谈结婚的意思是说我们相处在一起，我们住在一起，那合不来谈不拢，最简单啦啊，我们把行李拿走就走人了啊，这不需要去办什么离婚手续啊，不需要谈什么要赡养费啊这些的，很多的因素都会来谈这个事情哈。那还有一种人是产生结婚恐惧症，那他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可能是他的父母离婚带给他一种害怕，对婚姻的害怕，产生结婚的恐惧症。那我之前有讲过，就是因为我的爸爸妈妈那一边，我父母的双方哈，我爸爸的那一边兄弟姐妹，我妈妈的兄弟姐妹，很多人都是离婚的，所以对我也是，那我父母当然也是离婚了，所以等于说刚开始我也是担心害怕有结婚恐惧症啊。那如果你要听到说我怎么跨越的话哈，怎么度过的话，你可以看我们前面几集啊。那我今天不会再讲到这个部分呢，我也不讲自己，我请我们很多的弟兄朋友哈来跟我们分享哈。那有些人是说，哎呀，随随便便就结婚了，反正管他那么多，结了婚再说吧，啊，那就是很草率的了哈。再来呢，就是说更加的谨慎谈婚事。那一般来讲哈，我们在做婚前教育或者婚前辅导的话，你会更加谨慎谈婚事的话，就说你会把结婚这件事情很认真来看的哈。那你到底是在直播前的人，你是在哪一个情况有影响到你对结婚的害怕，还是不婚呢？那如何消除结婚恐惧呢？那当然我们说很快就讲了，不过呢，我们暂停在这儿，我要请呢我们一对的朋友啊，来说说这个明辉夫妇啊，他们来说说，请他们来现身说法。嘿，你好，明辉，大家好，大家晚安啊！来说说看啊，你们两个，因为我们上次有听您分享过了啊，你们两个之前的两个人都是，你稍微解释一下，你们两个是在几岁的时候左右的时候结婚的？哦，我们很迟啊，42岁才结婚。哦，42岁才结婚，所以对那时候你们现在结婚13年了嘛，对不对？对，13年了。对，13年了，所以等于说你们13年，那表示说你们42岁结婚人，维持到13年。那因为在这个结婚之前，你们有没有其他的男朋友、女朋友啊？有 ，OK， 好，有的哈。那你们谁要先说一下呢？你先说 Lady first 吧。Lady first， 哇，这时候就是 Lady first。我有之前有交过一个男朋友，后来因为走了一段好久了，好几年，后来对方要分手，因为他找到更适合他的，所以我就单身了。后来在机缘的巧合下遇到明辉，所以我们就拍拖了一阵子，然后我们结婚。所以你在第一段的谈恋爱几年的时间啊？8年，大概8年了。8年，哇，那个8年也蛮长的哇。是。那分手之后真的是失恋了。对，撕心裂肺。
初恋嘛，师母，纯纯对啊，的爱初恋嘛，啊，是啊，纯纯的爱，所以对呀、失恋了，有想到说不结婚吗？那时候就是觉得，哎，好像你经营了这么久的的那个感情，忽然间，哎，嗯他说要分手就分手，就是觉得，嗯，哎，没有什么，觉得没有什么有盼望。没有盼望这样啦，觉得，好像不像以前你所想象的，人家会给你一个交代还是什么，因为可能要跟你求婚，世界都在变世界都在变，是，人也在变，是我们自己不变，所以嗯，所以就被改变咯。所以从你失恋到认识到明辉，差距多长的时间？差不多5年，差哦，不多有5 5年，年，对，空窗了哦，5年。空窗了其实那时5年，候就想哎呀，没有想说要结婚的啦，因为没想要结婚的，一朝被蛇咬。一朝被蛇咬，看到神就怕。没有信那我心。没有信心，那我相信一定有明辉的那种魅力才不怕结婚，就跟他结婚了，是不是？对，应该是啦，没有啦，是觉得后来是讲不要这样执着，给对方一个机会，也给自己一个机会，所以又在尝试过，不是我们之前想象中的那一种，好像不需要恐惧。其实如果用恐惧来比第一段跟第二段是不公平的，其实就是要分开来，所以是不可以一概而论。对对对，好，谢谢你哦。那明辉呢？你有结婚前有没有另外一段情呢？有，我也是有过，你讲明了是是有过骗人的。哦。你说说看啊。我也是也是一样分手，不过不是也不是说我提出来啦，是说可能是讲了，我之前有和一个女孩子在一起，也是蛮多年，也是差不多有7年到8年的时间啦，因为后来是因为各分两地，他在别的国家发展，那么又可以说是两个人的看法又可能是不同啦，那么就在和平下分手了。和平下对分手啊。那你跟你太太一样哦，她也是几乎是爱情8年哦。差不多，也是差不多。你们两个 OK， 两个很相像，对，很了解彼此对方。对。但是你空窗期多久才认识到你太太？我看也是差不多，大概那一段时间，空窗期差不多，也不会说很久啦，可能是男孩子一般是我比较乐观，那么一半是我比较外向，那么我嗜好又比较多，就是说，我就喜欢外面跑这样子，我就比较容易把那个思念的那个情绪处理好。所以很快就处理了。处理多久就碰到他了？应该是超过2、3年的时间吧。2、3年的时间哦。那梅秋是经过了5年哈。那你是他的一半啊。比较少了。比较少。比较多。不是，比较久。像是我的那个心理的意志力比较强吧。心理的意志力比较强。OK， 好。比较少痛啊。是吧？好，那这样你们走过来啊，我们等一下会请我们单身的上来分享啊。如果说你们已经失恋过，然后你们又晚婚，那你们会对那些失恋过又晚婚的人有什么的建议？失恋过又晚婚的人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就说这个是真的。就好好的等待那个人 Mr. Right 对的人，对，一定要等到在对的时候、对的时机，上帝会跟你安排对的人在你的生命，那段路就没有这样坎坷。
就不会这样不开心。这样是这样子哦。好，我们单身的们听见没有？你晚婚没关系，他们两个给你们看到有盼望的哦。而且现在在我的在想法里面就是说，最好是可以遇到一个和你同样信仰，和同样有同样一个嗜好的一半，那是最好。那么比较容易沟通，比较容易理解，双方面都很容易融洽在一起。这样就每天可以过情人节了。就表示说明两个每天在过情人节哦。对了，这样的嗜好，所以你们两个的嗜好是什么？你再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原因什么的嗜好让你两个在一起？什么嗜好让你两个那么恩恩爱爱？除了信仰之外，最大其实我们现在目前我们两个最大的嗜好就是钓鱼。其实我从很小，可能是家庭背景的关系，那我就很喜欢钓鱼。因为钓鱼可以，我觉得说钓鱼啦别人我是不知道，对我来说是说钓鱼我可以接触那个大自然，有时候可以把自己融入那个大自然之中，才知道我们人类是真的很渺小。所以我心情不一样了。对，很喜欢那个感觉。你在大自然中，你可以好像忘我。这样子有时候又可以去充电。不错不错，对，我很同意。我几乎都要去海边看一看，不然就坐渡轮。我就一看海边坐渡轮的时候，整个心情就不一样了。是喜欢海的人就会了解我的那个感受，那种感觉。对，所以梅秋呢也是喜欢钓鱼，对不对？起初我是不会钓鱼，后来是因为被他邀请去钓鱼，后来我爱上了，因为我很爱海，我很喜欢海天，所以白天看着那个茫茫大海，晚上看星星看月亮，哇，好浪漫哦！对，因为我们每次去钓鱼，我们就是在船上，没有靠岸，就是在大海中，人可以看到那个星星，你会感觉哎呀很多感触，真的，很开心，很漂亮。好。太好了，我们下次来办一个夫妻营渡海去。好，我们就想找海上度蜜月。对，海上度蜜月，那谁也逃不了了，要不然就跳海去了。好，谢谢你们。我现在请我们的单身姐妹，让她听了你们说的话，看她有什么回应啊？好吧，那你先下去啊。OK， 好，待会见。好。好，你们刚刚听到说这个我们这对夫妇呢是很可爱的一方面他们有同样的信仰，然后呢他们也有同样的嗜好那是钓鱼又看海那看到上帝的创造那么美好，创造万物海底的鱼这些我们很少看到的吧我们只会吃鱼没有去欣赏鱼在水中游的感觉所以等于说他们的嗜好也帮助他们稳固他们的婚姻，他们的爱情纵使过去有一段让他们伤心的一个失恋的过程，但是呢他们也是知道说要不用再停留在那个失恋的过程当中，要走出来，因为你的人生是在你的手中所以等于说不要让这个失恋呢成为绊倒你不要往前走的一个理由，好吗？好，那我们现在呢再请我们一个单身的姐妹，请她上来阿兰。师母早师母好，没关系，你听了入神了，都忘记了早安跟晚安。太感动两位了。太感动了好了，你先说说你刚在后台听到他们夫妇两个人在分享他们的失恋然后他们就晚婚给你有什么的感觉，给你有什么的感动看他们两位，又听说像我们梅秋姐说她40几岁才结婚，说我还是有希望的这样子。有希望没？我一直对婚姻是很期待的是很期待的一个状态只是说还不到时候我也不
至于说很恨嫁那样子，只是呢就是说在这个当中我觉得我蛮充实的蛮充实的，无论是在工作啊、跟教会啊、跟家人都觉得很充实，所以的话，我是以一个等待的心情来等待我的Mr. Right 吧。OK， 那我想问一下你自己呢，就是说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说单身生活嘛，你怎么去享受你的单身生活，等到你要预备那个 Mr. Right 的时候？就像平常的话就工作嘛，就是在教会啊、服侍啊这些就其中之一。然后呢，就是会固定的跟我们家人像 video 这样子是不间断的，跟妈妈了，因为现在我们家又有小朋友，就是我弟弟的孩子或者是我妹妹的孩子，他们都是在一个很讨喜的一个状态里面，虽然说话说不清楚有些时候还真的是真的是在讨他们爱那样子，就很多时候想一些花招要吸引他们，说跟我聊一下，跟我说这样的，到每天看到他们的一些变化，这也是让我真的是很充实，所以我就觉得说，在教会的工作之外一些服饰之外，然后呢又是跟家人这样子，就觉得说也就是不觉得说很孤单没有那样子，就觉得说也很享受在当下，很享受。对。但是除了教会的服饰之外，除了你跟你的弟弟的孩子们享受那种的这个叫做姑姑啦这个小孩的一个玩乐你自己还有什么的嗜好来帮助你的单身生活更有丰富、更好、更美好呢？也许是我从小我们一家人非常喜欢看电视我们家人对，很喜欢看电视，就觉得说好像虽然很累，但是如果是能看一部很棒的这样电影，就觉得说马上那个 energy 就那个力气又回来了，是觉得说我在当中是很享受的一个状态，就是觉得说我看一个很棒的电影，看一些这样子就马上就能够充到电这样子可能是没有说一直在外面跑那样子吧，就说因为我不是不在外面跑，就是说一直在外面，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享受在那个当下是我一个独处的那种状态。对，很重要也是会有孤单的时候。是，也不怎么有，感觉是因为对，就不觉得说那种孤单感真的是很少让我有。在记忆当中真的是不怎么有记到说有那样子的一段时间，可能就有些时候就或看一个电影啦，或者是看一些书这些时间就这么样打发掉了这样子。对 OK， 所以表示说呢你很会享受你的单身生活。对也可以这么说。对，所以不急，慢慢来。只等到上帝为你预备那个对象，一看上就OK 说不定3个月就可以结婚了到时候还是要请我们不但是来教会的有很多哥哥姐姐教会的弟兄姐妹也要帮我多看一眼了，这样子多看一眼是吧？OK， 好啦，听到没有，哥哥姐姐们、长辈们，帮他多看一眼，多留一眼都听到了。好的，谢谢你的分享谢谢好，我们等一下再请你上来OK， 谢谢，好，谢谢。好，我们都听到一对夫妇的分享，然后呢，我们也听到我们这个单身姐妹她懂得怎么样去享受她的单身生活那我相信就是说，还是有一些人呢，他们有种的对结婚恐惧那我们说，当你害怕结婚的时候，你要去想，
你了解你恐惧结婚的原因，找出来，然后呢，要接受正确的婚前教育啊。再来呢，接近一些婚姻美满的家庭哈。那我们教会也有不少婚姻美满的家庭呢，欢迎来我们的教会呢，来接触他们。我们今天请了几对他们都婚姻美满的家庭哈，你可以听听他们怎么样分享他们的婚姻美满的家庭的秘诀哈。那还有呢，规划个人成长的愿景啊。刚刚那个阿兰传道，他也很享受他单身生活哈，他也懂得什么跟家人趁单身的时候跟家人有更好的一个互动哈，然后跟他们的孩子玩，然后呢他也自己享受一个人单身他做什么活动呢哈？当然他就是看电视啦，那有些人是看书啦啊，那更是有些人要有一个培养一些的兴趣啦啊，等于说你要规划你自己个人成长的愿景。那如果说你真正发觉到说还有那个恐惧还在的时候呢，就要寻求专业的咨询服务了啊。那我们说的寻找好的对象，寻找好对象，你要成为好对象，要当你配偶的好配偶哈。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是给大家知道你怎么消除，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有限哈。那我们讲座的东西呢，就会稍微快一点。那我们多听他们说哈，因为我最主要是说让他们来现身说法的哈。那我现在请这个美华啊，美华跟众弟兄上来。师母好，晚安，你们好啊。师母好。好的，那我们这对夫妇呢，你告诉我们结婚多久了啊？40年了。40年。哇，40年哈。好了，你们两个上次大家听到你们的爱情的故事哈，本来是说这个你要介绍人给他，结果他看上了你啊。啊，那告诉我们说你有几个孩子？3个孩子。3个孩子，那3个孩子都结婚了吗？2个结婚了，还有1个还没结婚。啊，所以2个结婚了，那还有1个还没有结婚。所以呢，这2个结婚是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嘛，对不对？对对，大儿子跟二女儿。女儿跟儿子都结婚了，所以你没做阿公阿嬷了。做了阿公阿嬷了，5个孙子了。哦，所以你看，你对好，那你告诉我们了，因为你两个都结婚了嘛哈，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那我听说哈，在你儿子跟女儿呢，他们遇到一些的感情上的触礁的时候呢，你们也成为他们的一个陪伴哈。那好不好？你跟我们讲，当你孩子遇到有失恋或者是要有对象，他有没有来找你商量，或者是来找你哭诉？好，那你说说看吧。有女儿，儿子就没有失恋过。但是女儿有了，然后后来她知道她的男朋友有新的女朋友了，她就回来跟我讲怎样，我说不是你的缘分，我们就不要去勉强自己了哦。自然的就会有的，比他还要好。小女孩嘛，每晚就睡不着，就跑过来跟我睡。就哭了，抱着妈妈哭了，叫爸爸说你睡地上，我睡床，我要跟妈妈睡。所以孩子那么大，还是来跟妈妈撒娇，要来跟妈妈诉诉苦，要妈妈安慰他。是啊，就是要我讲出为什么我跟爸爸那么幸福，他没有呢？他一直要问这句话的，我就说没有啦，是怎么讲呢？因为我跟你爸爸是上一代的，你们新的一代跟我们不一样的。他问为什么不一样？我说不一样的，真的不一样的。后来就明白了哦，原来是这样，因为我们互相迁就。然后年纪他也大过我10多岁，就比较宠我，我也比较尊敬他，所以一路来我们都很好。是所以那你陪伴你女儿多久了，她才又有一个新的对象呢？ 3个多月。
哇，3个多月3个多月。3个多月，等于说他修复他里头那个失恋的心情。3个多月，然后他上班下班就没有去哪里了，每天就打电话来，那时候寂寞了嘛，没有男朋友了。是，每天打电话回家，怎样？等下我回来了，妈妈这样，就说你回来吧，如何怎样，也蛮可怜的啦，真的很可怜哦。所以你陪伴他那个3个月啊，那后来他再遇到一个新的男朋友的时候呢，你怎么帮他呢？我一眼看见这孩子我就喜欢了。你说这对了，要给孩子鼓励。Jenny，这个，我女儿的名字叫 Jenny。Jenny，这个男孩子不错嘞，又老实又有尊敬，礼貌要做什么都会讲一声，说阿姨我怎样可以吗？怎样可以吗？是，吃东西都问一声这样。然后过了他那时候他在英国回来的时候，他们才认识3个月吧。后来他回来就叫他妈妈来求婚啦。哇，他妈妈来求婚，不是男孩子来求婚，不是叫妈妈来求婚。妈妈来提亲。那他爸爸不肯，他说爸爸不肯，爸爸不想把女儿嫁出去。他说太快了，他说太快了。3个月太快了太快了，他就怕第2次嘛，因为第1次女儿要过这个关多辛苦，又来一个，他说不可以。是有担心嘛？是担心离婚同意他就太担心，后来他不肯，我就跟对方的妈妈说，这样吧，再等到半年，我们再看看可以吗？他说不要啦，他有一个老人家已经80多岁了，等不了，来不及了，让他的孙赶快娶老婆。他老妈说不行啦，后来我也没有答应，他老妈就叫我们吃饭，就亲口这样跟我讲。后来过了3个月，我们就答应他了。但是到现在，我的女儿真的很幸福。对，好，那这样后来半年后，真的让他娶过去了，是吧？娶过去了，但是真的很幸福了，没有后悔。她嫁得很好。嫁得很好所以他们结婚多久了？您的女儿结婚之后多久？几年了？7年。去年，所以还是他们的婚姻还是很好很好。7年结婚对，所以7年了不错OK， 所以那这是女儿啦，那你儿子呢？你的儿子的婚姻怎么样？有没有需要你们帮忙的？还是他们自己自由恋爱呢？告诉你，他们是大学同学来的。大学同学大学同学，他带过来给我看的时候，这个女孩子也蛮不错，就是不大出声，但是也蛮乖的后来这你一眼就看上了，就喜欢了。也喜欢，我比较喜欢文静的人，有礼貌的人，我就喜欢了。OK， 所以你就好不好？总之他有礼貌。对长者很有礼貌，很有礼仪。很有礼貌，我就喜欢了。真的，2个都很有礼貌。然后这个媳妇呢，真的不错。不错你看这个婆婆公公很欣赏对，所以等于说在儿女的婚姻上面，他们都有请你问你们的意见，咨询你们的想法，是不是？是有问过，可以吗？好吗？然后我就讲第一，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就不可以那个啦，2个不要有婚前性行为我女儿帮她试验的时候，我第1句就问她有没有，她说没有就可以了。所以你还是有给他们，还是有警惕他们不要越过界限是免得以后是吗？我说可以有问题的话，不要是。儿子我也跟他讲说不要乱来虽然你是男的，但是我们要负责任他也好。
好，他们拍拖了3年就结婚。是，好，很好哎，就是说你们夫妇2个人啊，结婚都40多年，然后儿子女儿啊都在你们这样子的陪伴之下哈，让他们的婚姻你们都参与在其间，也看到说你儿子跟女儿都会征求你们的同意啊，那也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啊，他们也尊重长者啊，也看到你很喜欢你的，好，你也欣赏你的媳妇，所以你们没有婆媳问题啊。绝对没有，他就像我女儿一样，有时候比女儿还要贴心啊，他。他吃醋了，说妈妈你怎么对他比我还要好？他真的很乖啦，很乖，有什么他那就会问一问说，妈咪，我可以这样做吗？是啊，然后又疼他的孩子，他的教育就等于看见我怎样教育孩子，他就跟着这样教育他的孩子。所以你们这是一个典范嘛，你们是一个恩爱夫妻的典范，所以孩子看到眼里头了，他们也会从你们身上学到的。是，都很好，一个女婿一个媳妇都很乖，都很乖哈，对啊，很喜欢哈，感谢主啦，上帝赐福你们有美满婚姻的家庭啊，上帝赐福你们啊，好，谢谢你们的分享，好，谢谢，好，我们待会再谈啊，好，谢谢，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美满婚姻的家庭啊。通常呢，我们说华人或者是亚洲人哈，都有婆媳关系。所以你刚刚听到那个美华哈，还有钟弟兄呢，他们分享，他们跟他们的媳妇儿呢关系很好啊。那这个孩子呢，女儿呢失恋的时候都会来找妈妈诉苦啊。然后在他们要找对象的时候，也都会来问父母的意见哈。那这是一个很美满的一个家庭哈。好，那我们就讲到说消除这个恐惧了。但是呢，我们就说呢，有一些人或者是在直播前的人，我们说在我们这个年代很少是有早婚的，那可能是在我们父母那一辈，有人是早婚啊，18、19岁就结婚了哈，早婚了哈。那呢晚婚，我们刚刚听到这个明辉跟梅秋呢，他们对他们他那代的朋友呢，算是晚婚的，对不对哈？那他们自己讲说42岁才结婚的哈。大家说不论是早婚是晚婚，只要在上帝的手中呢，上帝会赐福的哈。但是有些人是拒绝结婚，为什么会拒绝结婚哈？那要找出那个原因，是什么原因你要拒绝结婚呢？是因为对父母的婚姻，还是说因为父母不让你嫁或娶你喜欢那个人，就会拒绝结婚呢？还是什么原因让你害怕结婚呢？有些人说我不想生孩子，说我怕结婚那到底你是哪一种的理由呢？还有人说反正我就不结婚了嘛，省得麻烦了那到底你是婚还是不婚结婚还是不结婚这个就是说我们今天是把这个议题抛出来给你们大家去沉思一下，想想我们说一个生命的周期，每个人到一个适婚年龄的时候，可能你的亲戚朋友就会跟你问说你什么时候结婚啦，有没有对象啦无形中可能就是给我们的压力吧。但是在这种压力之下，你怎么去正式面对比如说我们刚刚那个阿兰传道，他说他不怕，他也不担心他说上帝会最预备的。那有些人呢，在还没有结婚之前就装备自己预备好那个对象来的时候呢，就知道了那父母跟儿女的婚事当中呢，那到了父母婚姻失败的影响呢，也会影响到孩子的结婚。那怎么影响呢？那影响到孩子结婚呢，就会害怕结婚了那害怕结婚的时候呢，那当然就是父母也要跟父母商量了，那父母可能要帮助他。那还是说因为这个家让你不高兴，所以要逃入那个婚姻当中，还是说你父母婚姻失败，你就想好像没有路走了，就陷在那个困境当中了或者是说那个你们家的危机重重，以至于你不想看到你父母的婚姻失败，你不想面对这个婚姻的一个阶段那到底你是在哪个层面上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请了另外一对我们要请了另外一对的夫妇呢
我们都会请他们上来现身说法的啊，到底是说你在害怕结婚，还是说在结婚当中你怎么去面对他？好，那我们看看这一对呢，这对夫妇呢，他们孩子比较多，所以我们会请他还没有请他先上来之前呢，我还是要请那个谁啊，那个我们单身的姐妹啊，杨姐啊，我们要请单身的姐妹杨姐上来啊。好，好，那杨姐，你刚刚听到这个那个美华跟钟弟兄他们的婚姻哈是很美满的婚姻家庭啊。那你父母的婚姻也是美满的吗？对，我的父母的婚姻相对还是美满的，然后家里也没有太多的争吵，然后比较开放啦，就是环境也都是可以畅所欲言的啦。啊，是，所以呢，你现在是适婚年龄了啊，那你对婚姻呢？你对婚姻有什么憧憬呢？我对婚姻还是我很渴望想要结婚的。我觉得想要能够组成一个自己的家庭，然后用正确的方式教养孩子，然后能够一同的就是彼此共同的成长啦。我还是我非常的渴望进入在婚姻当中。你非常渴望婚姻当中是吧？好，那我想问一下哈，你能不能把那风扇关一下？有吗？好，等一下。对，这样声音就不会那么吵啊。你就戴上耳机吧，你戴上耳机好了。好的，你还是会期盼有婚姻呢？我还是要问你问题，你怎么样去享受你单身生活？我是觉得教会的生活也是很丰富，然后同时也像师母这些课程，然后所以其实我已经有心里很好的预备，知道自己该怎么样的去用怎么样的心态，一个健康的心态在等待。那同时呢，我自己也在读书，读我的硕士专业，所以自己每天也蛮忙的，然后有一些兼职的工作，所以说感觉生活还是很丰富的，所以不是说很忙碌哦。对，不是在家里面那种空想，觉得很寂寞无聊的，天天想，就觉得做白日梦的还是有蛮丰富的一些生活在当中。有蛮很丰富的单身生活，但是呢，我只听到说你这个读书啦、学习啦、看书，那你其他有没有空闲的时间？你怎么样去运用呢？你会想看电影吗？你会想去运动吗？看电影是常常的，然后运动的话就偶尔了，没有那么经常。然后觉得很喜欢唱歌，所以也常常在会闲暇的时候就会唱歌。然后因为我也很喜欢旅游啦，就是如果有时间的时候也会去不同的地方走走。但是我说去海边，真的非常的喜欢去海边。所以你的时间表呢排得满满的。目前是比较满的。那如果有男朋友的话，你的时间要调整一下了，是不是？对，现在可能是因为还在读书，在写论文或者是读书还没有毕业的阶段，所以相对来说事情会比较多一些。但是，有男朋友肯定会有抽出时间来或者调整自己的一些重点的方向。重点的方向是吧？好，那这样想问一下了，那就说你有没有恐婚症？我倒没有说恐婚，但是也会有的时候会有担心，觉得什么时候能结婚？会结婚吗？我会结婚，会有这样的想法出现。OK，
那如果有对象来的时候呢，你是怎么样预备自己迎接那个对象呢？就是像师母说的，自己要成为那个好的配偶。所以说，我也去上了师母的很多的真爱家庭的很多的课程，预备自己成为那个好的配偶、好的对象。那么，不管是在自己的情绪管理、自我的认知，还有对婚姻的蓝图的规划，然后多了解别人的沟通方式，然后各样的都在有一些学习，所以给到自己一些新的看见原来我可以从上帝的角度怎么样可以更加的认识自己，然后同时也能够从上帝的角度去学习怎么样去欣赏别人和我的不同，别人的优点我哪些可以是来欣赏，同时我自己的可以学习的部分。所以觉得可以是预备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预备好可以进入婚姻的一个好对象。你会做饭吗？你会做菜吗？会你会做料理？哇，这个条件不错啊！单身的弟兄们听见了没有？好，那我想问一下，你对现在的社会有那么多的离婚的一个问题，你比如说，那么你读心理学的嘛听到那么多的离婚的话，你有没有害怕嘞？觉得还或多或少是有一些的，因为会觉得既然很多，因为比例实在很高，所以就会觉得说，我自己会不会是那个小众呢，还是那个大众呢？所以，然后同时的确周围的认识的朋友，然后还有自己家的亲戚。也有很多离婚的，或者是甚至说还在婚姻当中，可是看到那个感情是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也会觉得说，那如果将来走一段时间之后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那我干嘛要选择进入在一个痛苦当中？偶尔也会有看到不幸的这些经历，包括一些弟兄姐妹找我来做一些约谈，也会谈到自己的婚姻状况的时候，也会给自己一些内心的一个小小的一些冲击了，觉得我的婚姻一定会是一个我想象当中的那么理想和完美吗？所以等于说你现在已经打了很多的预防针，所以你就对，就算说有给到就算说有一些人难处的时候哎呀，那你就是可以等于说给自己有一个预备自己有这样的对象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有冲突的时候，我们这样去处理它，去面对它，是不是对不对你看有人留言希望你有时间多多出去不要在屋子里头对，这个是我很应该来要去改正自己的部分，因为他们听到了你都是在室内比较多，不是在室外的不像说这个明辉跟梅秋常常出去钓鱼所以可能要增加outing outing 的 activity。是的，师母，我觉得还有一个恐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是因为在教会很长时间，那教会里面的弟兄，优质的弟兄还是相对姐妹是要稀缺一些，所以也看到很多姐姐们仍然的在单身，所以就会觉得好像自己也会害怕，或者说我会不会我也一直会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也是会导致我有一些害怕结婚或者进入在一个关系当中的原因。但是你上的那么多的课，帮你打了预防针，你还害怕吗？现在真的是好很多。上课之前是真的觉得好像姐姐们都还没有急，我干嘛那么急？所以我觉得自己的一些问题，但是现在发现不同的人有可以不同的期待嘛，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哎，很好啊。我们看我们那边好多婚姻美满的，他们也有冲突啊。等一下那一对也是很多冲突啊，但是他们怎么走过来？这里可以看向他们请教啊，对不对？是的，是的，很有福气，可以听到很有福气啊。好的，谢谢你的分享啊。好，那我们等一下再请你们上来啊。OK。好的，好。好，我们呢又一对，然后又有单身哈。那我们让大家来看，那当然就说我们还有些的亲子关系的问题哈。那我们在这边来呢，等一下我们会请这个另外一对夫妇来说哈。有些时候人会害怕结婚哈，那是亲子关系不良的影响。那我不晓得在直播前的朋友们或者弟兄姐妹们，你跟你父母的关系是怎么样呢？有些人做了一些的调查。他说，如果在这个家庭当中缺乏父爱的人呢，他不知不觉呢会寻找对象，特别是女性，如果他缺乏父爱，他可能会寻找男性，是一种代父的一个，我们就那个父亲情节啊，他会想代父，等于说他的角色就变成是他的父亲那种感觉了哈。那如果说亲子关系过于亲近的话呢，那就很容易过分的依赖，那亲子关系不良，过分亲近也不是很健康的哈那另外一种呢，就是过于疏离了，就很难享受那种亲密的感觉，因为我们说如果说分离太多的时候，那你就无法学习到，因为父母本身跟我们的相处，就是说父亲让我们从父亲的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个跟男性的互动那种的了解。那我们母亲呢，让我们学习到说，我们跟一个女性的交往跟从母亲身边看到女性的一个特质，我们讲去互动或者是说你跟父亲的关系是很好，但是如果说你跟母亲的关系不好，可能也会影响到找女孩子作为你的配偶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的阴影的所以这个是叫亲子关系不良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选择对象，或者是因为这样，我们更加不敢去找那一个让我们比如说不论是父亲或者是母亲会让我们害怕那我们就不敢去结婚这个有这个原因的，就是亲子关系不良的影响会这样子。那我们说如何关心儿女的分析，我们刚才已经听到了这个美华跟众弟兄他们怎么样跟他的女儿还有孩子呢，在他失恋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关心他。那我们现在找另外一对夫妇他们孩子呢是比较多，然后他3个孩子呢都结婚了那我们请他们上来那我请东父跟碧霞。师母好，大家好。晚安，大家好。你看他们2位呢都不像是阿公阿嬷还是那么笑脸的阿公阿嬷好了，那你们看看谁先跟我说哪一个因为我知道你们有4个孩子，对不对对那你们有3个女儿就嫁人了嘛是OK， 那嫁人因为你们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你们夫妻曾经都有婚姻的一个争吵，对不对？上次你讲的嘛，几乎要离婚嘛，对不对？所以孩子在你们的婚姻生活当中，有没有给他们一种的负面的东西影响？那以至于怎么帮助他们度过他们选择对象进入婚姻呢？好，你们看看谁要说，先说。你想说吗？又是 lady first 没有好了，碧霞你先说吧。好啊，虽然我们夫妻呢很多的争执，我们也知道给孩子很多负面的影响那在我们认识主以后，我们发现我们这样子的关系是不对的我们也亲自跟孩子认错那他们我也跟孩子讲，爸爸妈妈是绝对爱他们的所以他们在找对象的时候呢，我是做妈妈的，我都会跟我女儿说，是一个男生爱不爱你就看如果说你们有冲突的时候，他还愿意知道自己错还跟你道歉，哪怕你很拗他还是一样会
抓住你，会去找你，会跟你道歉。我说这个男人就是爱你的。那 OK， 那你女儿听得进去了吗？他们有听进去，所以他们要在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也是会问他，你准备好了吗？你觉得说，哪怕你是一个很公主、很任性的时候，他还是一样的宠你、爱你。我说这个男人你就可以去嫁。哦，那你3个女儿都是这样子吗？你告诉他们，还是3个女儿不同的方式？一样，都一样。都一样，但是丰富的教导更多。哦，是吧 ？OK， 那爸爸说，我的看法是，虽然我们之间有冲突、有争执，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表现出来的是相爱的。是相爱的。那只是说我们在处理的方式上不是那么圆满，那给孩子带来负面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承认的。那刚才毕嘉也讲到，就是说我们信主之后，学习了一点，就认自己的错，在跟孩子承认我们的错，向他们道歉。那这一点就是在他们要进入婚姻前，对他们进入婚姻的信心上面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的。对，就是说孩子是母亲心头跟手上的心里跟身体上的一块肉，是那是爸爸手掌上的明珠，掌上明珠，掌上明珠。所以这3个女儿，我有3颗珍珠太太呢？太太是钻石吗？这个是钻石。这是钻石，一颗闪亮亮的钻石。是所以说我们一路陪着孩子当然就是要看着他们长大，也要教导他们就从小给他们观念，然后到了在青春期的时候，情窦初开，慢慢的，那我们也要陪着他，要给他们一些提醒那我是感觉做父母亲的，就是在这上面要多付出，要尽这样子的责任那我一直有一个观念，就是一般的普世的观念，就是说男孩子说一失足不是就是浪子回头金不换浪子回头金不换，一失足成千古恨，对不对？所以说在这个部分的话，我做父亲的，我就会就会感觉我的责任很重大，对，要陪着他们，要保护他们，要他们让他们能够顺利的、安全的上垒，就是回到打击出去之后，回到本垒得分，这就是我的想法。我们跟3个女儿之间的感情都很密切，一直到他们结婚后还是一样，天天都会跟妈妈，我们每天都会有视讯的。如果有发生什么问题他们之间有 argue 还是干嘛，他们都还是会回来找妈妈聊谈他们都愿意说。那我想问一下，当你3个女儿呢在寻找对象的时候，有没有你们不满意，然后到后来满意呢？有，像老二好了，老二因为是他同学介绍，老二现在是他的同学介绍的，他是南非的同学。那我的女婿是他小时候的邻居，也是同学一起长大的。那因为他从小4岁就移民到南非去，他的语言中文其实是不好，表达不好，我们不知道，所以他第一次来我们家的时候，我们在跟他谈话。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是不是头脑有问题啊？为什么我问他的话半天都不回答，讲不出来，你还怀疑他？或者是鸡同鸭讲？真的。然后我们也会问他的家庭背景，虽然我们不看重物质方面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他们的家庭是健康的，所以我们都会问得很详细。好像在调查户口一样，这样子问吃饭没把人吓跑
因为是女儿啊，就像东父讲，都是我们的掌上明珠。刚才哦碧霞讲的是老二，其实在我做父亲的感觉就是3个都有了。哦，每一个女婿我审核的标准都很严格。要问家底，问得清清楚楚。对，像老三呢，老三女婿刚开始来追我女儿的时候，都是司机开车来的。哇！然后我们就说，这种公子哥将来怎么样可以为家庭承担责任呢？我们就画了一个很大的问号。每一次来找我女儿，然后司机就开，因为他还不会开车，他妈妈就会派司机载他过来。是啊，每一次我们就很担心，还不会开车就要交女朋友。哇，这个爸爸这个岳父大人不满意了哦。对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心理一个问号，然后慢慢的去求证但是我们不会是马上就下定论啊，就是慢慢的观察，因为如果马上下定论的话，可能孩子的反弹会很大，会很强烈哦。孩子就会说，又不是你在交往，为什么你要这样下这个论断呢？所以我们做父母亲，在孩子到要谈恋爱交往这个阶段的时候，也是很难，也很挣扎。出门回来的时间太晚，我们又等门又焦虑，就是在很辛苦的，真的很辛苦。那你们家没有设定说几点前要回来的？有，从10点一直退到11点。但是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夜里也会塞车的。所以那他们回不来，你们的心就不能停住在那里，就等他们回来才安心睡觉。对呀，像他们大学毕业舞会，我们是守在 lobby 等他们呢。开车送他们去，然后就坐在 lobby 等他们结束这样子。对呀，这是24因为我很怕，3个都是这样子。我很担心狂欢的这样子的结局跟后果。OK， 好，那我想说你们的防卫啊，你们防守的很好。防范一位人。防范的很好啊。我想大概是这样呵护着。是。那我们就是说爸爸是军人。对，我们从来不让我们家的女儿到同学家过夜，从来不曾，一直到大学。这是禁止的。那他们上课、下课都是我去接送，不管再忙，我把所有工作送回来，然后送他们去接他们回来。所以生很好。生女儿要多付一点心思。那我想问一下，我问那个碧霞，你3个女儿一旦有对象，是第一个来跟妈妈说，还是跟爸爸说？妈妈说。哦，跟妈妈说啊。先跟我讲，对。先跟你说。那跟你说的，然后我再去用技巧再跟他爸爸说。因为他爸其实都看得出来啊，为什么还是要说？一般因为他们都会先跟我聊。因为他们怕跟爸爸讲，爸爸立刻反弹了，要不然就说带我去看那个男的。对，有一次她男朋友呢还送我礼物，爸爸就说为什么送你礼物没有送我礼物？还要买通你。对。所以爸爸是觉得他有一种有不良企图。不良企图。东部法官比较很严的，合理的怀疑。你们家的女婿很不容易啊。对，他如果男朋友来家里吃饭呢，东部就好像那个检察官一样，从他吃饭的规矩，他就会去观察这个人怎么样。没有，我对他们没有要求了，只是但是他就会观察，就会觉得那个不是像碧霞讲的这样子那太恐怖了。还好你们，那你们还有个儿子呢。对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这3个女儿都没有办法进入婚姻了。你要防范他们不要有问题，又怕他们嫁不出去，所以你要很拿捏的好啊。对，
这个啊，他是言过其实了，就没有那么我也是和颜悦色，对，要表现出这个我们做长辈的就慈祥啊。但是我想知道我们3个女婿很好，很孝顺，也对我3个女儿真的很好，很爱他们啊。OK， 非常爱。那一直以来我都没有说3个女儿是嫁出去，我都是说他们进入婚姻或他们结婚，因为我们多得了3个女婿，3个半子，是3个半子，3个儿子一样，所以我是感觉非常。这个神很祝福了，那越是到，因为他们都是我们信主之后才结婚才进入婚姻的，所以说他们都有神的祝福，有人的祝福，还有神的话在他们生命当中，对他们帮助真的很大，真的，所以我们很感谢主，很阿们，很感谢主。那你3个女儿有没有失恋过？有。3个都有吗？是3个都有，是让人家失恋，不是他让人家失恋，不是人家让他失恋。他让人家失恋，所以他们没有伤心，因为他们觉得不适合就就不适合。他们发觉不适合，然后不就是结束了那段感情，在另外是在做选择。对。OK， 好，不是说没有道理的，但是他所以说你3个女儿让其他的男生儿哭泣了，知难而退，知难而退，知难而退。OK， 爸爸说知难而退。好，我记得呢，碧霞曾经跟我讲，那时候你们刚好在上那个真爱的课程，刚好在讲的婚前教育啊。我记得碧霞说，这个很好，我要跟我女儿讲，她要做婚前辅导，是不是都有？来，是3个女儿在进入婚姻的时候，她们都是完成婚姻辅导、婚前辅导才进入婚姻的。那3个女儿真的很蒙福了，有这样爸爸妈妈给他们提点所以他们可以慢慢的更加了解怎么样进入婚姻，预备好自己进入婚姻，那是一个很重要的。感谢主，感谢主，是不是我也感谢主。像我大女婿是还没有受洗，他就先去做婚前辅导那很好他就觉得说这个对他们彼此之间的认识更进一步，有帮助，非常有帮助的，很好的，对，好，那如果你要给我们一些单身的弟兄姐妹或者单身的朋友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因为你有3个女儿，还好，那你们那么那么美好的家庭我觉得不要急，真的要好好的睁大眼睛去看，而且一定要彼此了解。性情呢？好。他们好像断线了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再请他们上来他们回来可以了，你刚刚断了线了，可以了 OK 了，再继续说。我个人是认为一定要睁大眼睛，就是不要急，不要因为结婚而想要去结婚。是第一点，他原生家庭一定要去注意，还有彼此之间的个性有没有互补。还有自己，像我个人我就觉得女孩子也不要太娇气，是，这沟通很重要，在交往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沟通是非常重要。我们也是信了主以后，我们才学会沟通的是，那很好你们是过来人啦，哇，有人说你们好严格的父母还好他不是在追你的女儿，所以没问题了。还好啦，只要有实力的人就可以经得起考验了。对，有时候是这样子那我要勉励这个还未婚然后想要进入婚姻的人没有要想进入婚姻的，我就当然就另当别论。但要想进入婚姻的，就是不要害怕，勇往直前不要害怕，勇往直前。因为你害怕就阻挡了你的机会那你不勇往直前，你就没有去接触。那也不是说没有选择的
那像我们教会年轻的男孩子比较少，那我就鼓励就有一些属于基督教的一些团契，有一些活动，那可以去参加。那如果说在泰国这些少的话，那就请师母多办一些这样子的活动，连结的活动，对，就可以帮助这些联谊，对，就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接触的机会，然后去认识、去了解，然后是不是适合啊，在这个当中去拓展自己的未来。这是我给年轻人的一个意见，不要害怕，真的不要害怕，害怕放胆下去，往前冲，就永远得不到。在真理堂的单身呢，我们这些大哥哥大姐姐都会看着把关的。有这个豆腐跟陛下把关，我们就放心了啊。尽力而为尽力而为，很好。好，等一下我们还有单身会问你问题的啊，谢谢你们分享啊，是很好的啊。OK， 好，待会谈啊。OK， 谢谢。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事实上呢，我们相信说，碧霞跟东富呢，他们自己经历过在婚姻里头。上次你们听过他的见证，如果没听过的话，你们再回头去看看我们前几期的，他们夫妇都有上来分享，他们夫妻当中曾经都会面对快要离婚、提出离婚的一个状态，但是上帝就保守他们了，然后他们重整他们自己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那他们就很在乎说他们会怎么样预备他3个女儿的婚礼婚事那很关心，也给他们一些的提点这样的父母那如果说在线上呢，你是父亲或是母亲，你有孩子的，有儿女的那我相信呢，你们可以这边几个给你们做一个参考长期的交托祷告那就像说我2个女儿，在他们开始要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呢，我就开始为他们的婚姻来祷告。我常常为他们提名祷告。那我女儿常问我说：“妈妈，你为我们祷告什么？”我说：“我不告诉你，我为你祷告什么。”他们就知道我在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的交友对象来祷告的所以我们就把孩子呢就交在上帝的手中那我们说呢，父母呢，你要接近的2大亲责父亲的责任，母亲的责任不论是你是女儿，那可能女儿需要妈妈的提点，那如果是儿子，可能需要爸爸的教导，怎么样去爱护他未来的那一半，或者是在交男女朋友的时候要怎么样去尊重，也保守为爱他，就不要跨越界限。你看他们像说那个刚刚美华讲，他说他会告诉他女儿不要跨越那个界限，然后呢他也告诉他儿子不要让人家对方受损也告诉他儿子说不要婚前性行为，就是说这个父亲的责任。那我们可以看到碧霞跟东富他们也是接近的2大亲责还有呢，维护健康的家庭当然就是说把他们要组家庭之前，让他们看到结婚之后他们要成为丈夫跟妻子，他们的角色在夫妻的过程当中怎么预备他们进入婚姻。所以呢，刚刚碧霞跟东富也是鼓励他们孩子一定要做婚前辅导他刚刚讲说他大女儿大女婿那时候还没有受洗，但是呢他就说他一定要去做婚前辅导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维护，因为这个我们说预防胜于治疗嘛。当你就说你还没有结婚之前，我们先进入在做一个婚前辅导的时候，我们更加知道说我们在结婚之前我们要知道什么，比如说原生家庭啦、性格关系啦、沟通啦、情绪的管理啦，或者是怎么样跟双方的父母怎么样的双方的家人怎么样的互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但是呢，这个也讲到说关心儿女的婚事，但是不要忧心，不要常常在问他怎么样担心，等于说显露出你的担心，反而给孩子有压力的所以做父母的，你要关心女儿是好的，关心儿女的婚事是好的，但是要关心，但是不要忧心然后呢，参与他们在交男女朋友过程当中，但是不操控这个是很重要，因为操控会遇到反弹的所以我们刚刚就讲到2对夫妇他们分享的他们的婚姻的美满他们的经过的一个冲击性质的婚姻当中，他们怎么样在回头看的时候，他们就知道
怎么样为儿女啊来关心他们的婚事哈。那我们今天的时间是很丰富，我们今天晚上是太丰富了哈。那我还在邀请呢另外一对上来。我们每一对呢都有不同的特色啊，好，欢迎你们，晚安。哎，对，好，来再次跟我们讲一下你们两个结婚的年日几年呢？14年。哇，那你们两个结婚的年龄是什么时候？我是28岁，你是28岁，我32、33不到。啊，所以你跟我讲，那你那个年代啊，结婚14年，等于说14年前了，你们的同伴啊，结婚大概多少几岁的时候？哦，很多人那应该是25岁以前，差不多都结婚了，结婚的人多啊。所以对你们来说，你们是晚婚了，是比较晚了，算比较晚了。啊，算是比较晚了，对不对？好，那我再问一下，你们两个有没有彼此认识之前有没有交过男朋友、女朋友？没有。我是比较属于那种传统的那种，就是说，如果就是结婚，相当于如果谈朋友的话，就是为着结婚去谈的。可以说，应该说是我们俩都是第一次，都是初恋。哦，你们就是初恋情人，然后就结婚了。所以说对你们，因为我们不同的文化嘛，刚刚你有听到说几对，譬如说明慧啦跟梅秋呢，他们是42岁才结婚嘛，然后他们是马来西亚的华人啊。那你听到这个美华跟那个钟弟兄，一个是香港的，也是一个马来西亚的啊，对不对啊？然后呢，刚刚东富跟碧霞他们是台湾的。所以你们是中国的，虽然不同，我们今天晚上不同文化的讲哦，很有意思的、哦。对。啊，所以你们是初恋结婚，你们没有一个，有人说他们要传统啊。好，那对你们结婚14年，就说如果有一些年轻人啊，他们也是类似你们，因为像。明辉他们算是说从一个角度来讲是比较晚，因为他们有一段的情，在后来再结婚的哈，所以那个年龄就差距就远一点哈，40多岁，你们都是30岁左右嘛，30岁左右哈。那对你们来说哈，你们现在是14年，有2个孩子了，女儿还很小嘛哈。那如果说给年轻人比你们年轻的一些晚辈，在结婚前他们应该怎么样预备自己？你们可以说说，弟兄说，姐妹说，还是谁先说？都要预备自己。我觉得还是不要恐惧婚姻。因为其实这就是其实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是。然后其实也是属于一个自我提升的一个过程，让自己也会变得更完美这种的。然后我觉得如果让我觉得就是说婚姻的话，我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说，现在因为女儿现在比较小，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首先考虑她是否是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第二呢，我就会考虑她的家庭，就是说她的父母是不是就是说就说是感觉是比较健全呐，或者怎样，就是比较好的这种。就是一个生活的一个就是比较健康的家庭环境，我想应该孩子也不会太差。对，还有一个就是说，希望他们性情是比较吻合的，就是说有一个好的性情。主要是这3点吧。如果我对孩子的期许的话，应该是属于这3点。好像这3点在你先生身上看得到，是不是？对，差不多应该也是这样子了。对，他的家庭，我们的家庭应该都还比较好，因为我跟他的妈妈就是婆婆嘛，我们的婆媳之间关系处得比较好。哦，那不错，那婆媳关系很好，没有婆媳问题啊。对。啊，那两弟兄，你家里独子吗？我还有个弟弟。啊，所以你不是独子，你是长子。
啊，长子是不是啊？好，那你如果说给我们一些单身弟兄哈，有什么的建议啊？单身的朋友们啊，怎么样预备自己进入婚姻？还没有要做对象之前，要怎么预备自己？首先嘛，还是可能要去多了解嘛，然后尽量还是要把自己要做好，而且最重要的是，可能也不要着急嘛，要多交往一段时间来观察嘛，比如说能够有共同的这些价值观呐，那可能这是最好的，比如有些很多重大的问题能够达成一致，能够沟通，能够交流，可能这个很重要。还有就是能够进入婚姻呢，还是两个人要互相的包容，要包容。这个婚姻也需要经营的嘛，每一个人都要付出，反正就是要相互的体谅嘛，反正就是可能性格很重要，应该说还找一个适合这个性格比较好的，可能很重要，比那个家里面有财富更重要。哦，性格很重要啊，对不对？好 ，OK， 你们很注重这个部分哈。啊，那想问一下啊，你们两个啊，在交往过程当中啊。那特别是说，你们因为你们上次有讲过，你们有时候有一段1年的那个远距离的交往嘛，对不对啊？那当时你们也是有没有家庭的压力？说，哎呀，赶快结婚吧，早点结婚吧，都认识了，没有这种压力？没有压力啊，家里边也从来不催，好像不管这个事，自由。家里不管这个事，自由恋爱，也没有给你逼婚，也没有叫你访问，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自己决定吧，就是那种自己的事情自己行决定哦，哇，那你们真的是很自由啊。哇，你看我们有人说了，这个是看准就下注了，看准就下注。要把握，那种为了结婚才交往的吧，应该属于那种为了结婚，对，这目标很清楚。我跟你交往是为了要结婚，我不会跟你玩玩而已。是不是啊？好，很好。那如果说在你们这交往过程当中哈，你们如果遇到有一些的，你们有没有争执过？在交往过程当中有没有争执过？有没有吵过？很少，基本上可以忽略，很少。基本上可以忽略。那通常是有争吵的时候，谁让谁啊？他让我吧。哇，你回答的很坦诚啊，你太太都不敢说话了。他让你啊 ，OK， 好，很好。啊，那你就是说，你们就是一方面你又是初恋，然后彼此认识，那就你们也是认识没多久就结婚了吧？没有很长嘛。有2001年左右的认识了吧？我们2006年才结婚的嘛，有5年。哇，也是有5年的时间了哦，是不是？也是有个，我们就说这个叫爱情长跑啊，5年是很长跑了。有人是结婚1年就结，认识1年就结了啊，有人认识3个月就结了啊。你们还是5年了，哇，那就是表示彼此认识的很深入了，对不对？那你们刚结婚的时候，你们在交往的时候，你们的共同兴趣是什么？共同的兴趣啊？共同兴趣是啥呀？都忘记了。嗜好啊，有人譬如说刚刚明辉跟梅秋他们的嗜好是一起去钓鱼。钓鱼。那你们呢？我们有时候有时间还是喜欢出去玩儿。啊，去玩啊，去郊游，去公园啊，去游山玩水，是吧？是啊，那就等于说还是有一个共同兴趣了啊。你们自己喜欢看电影吗？是，电影也看，有时也看，还是有时间看。所以你们约会的时候也是去看电影。是。约会的时候应该还是出去玩的时候比较多一些这种。等于说郊外去像说看花、赏花，然后什么的自然的环境啊，去看，对不对？等于说室外这样的环境啦，不是在室内的，是吧？好，所以对你们来讲呢，你就是说也给一些年轻人的意见，很好啦哈。好，谢谢你的分享啊，我等一下请单身的要上来问问题了啊。好，谢谢你，我们待会见面。大家，好，就是让大家，我们今天安排的很有意思啊，大家也听到我刚刚说的，我们不同的年龄阶层哈。
第一对冥婚呢，他们也是结婚13年。然后呢，这个美华跟钟弟兄呢结婚40年啊。那这个我们的美华对，美华跟钟弟40年，对不对啊？那现在东富呢东富跟那个碧霞呢，他们结婚30多年，然后有3个孩子。那刚刚你们听的是最年轻的一个夫妇啊，他们呢结婚也才是14年哈，那孩子有2个孩子了啊。所以他们还没有问到说他们可能为他们预备为他的孩子来祷告吧我们从基督徒来讲说，如果我们孩子的时候，我们就为我们孩子来为他们祷告。那我自己有2个女儿，所以我都会为我2个女儿来祷告那祷告呢，祷告什么呢？我们就说我们为我的儿女，我们知道说同一个信仰的婚姻是很重要，所以我为我们2个女儿祷告呢，就是要有同样的信仰，然后也要彼此认识对方的性格很重要。那对方的父母他们是不是跟他同一个信仰，那更重要，因为有同一个信仰的时候呢，他们就比较了解2个儿女他们的孩子跟我们的孩子结婚的时候是在一个基督教的婚礼上面举行吗？还是如果说父母不同信仰的时候，他们会坚持他们会坚持不同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婚礼的举行。所以我们通常就说都 OK 要为这些事情来祷告那我们现在呢，我还是请一个单身的我不会漏掉这一位，我要请他上来说说看他是另外一个分享他如何预备自己然后是如何享受他单身生活。 OK， 请卢婷上来。好，卢婷，你要麦克风要打开。好，你刚刚都有听到他们在分享了吧？有听到，有好。那对你来讲，你有没有害怕结婚，还是很想结婚，还是不想结婚？我想结婚可是对婚姻的话，就是会有一点点的担心，因为身边就是结婚在一起的人好像没有那么幸福的感觉，而且离婚的有很多。是，对。但是这个就离婚很多，那你有没有找出说他们为什么离婚的理由呢？差不多是因为我们是90后这些，很多人是因为怎么说呢？是因为家长的压力，然后呢，就到了30岁左右就必须要结婚了。然后你自己不想结婚的话，家里面会拼命的安排你去相亲，可能一天要相好几个。然后就一直相亲，对，有的人可能觉得太麻烦了，然后他就觉得就好几个人里面他看一下，这个还是不错的，可能他没有很了解对方，然后他们就结婚了。结婚之后才发现，互相之间有那么多的不和，然后感情就会出现问题，离婚就快了。所以他们是因为奉父母之命而结婚。对，父母之命，是被催的。那你被催的，那你父母有没有催你呢？我父母还好，他们没有催我。对，他没有催你，所以你不用担心，你跟他们不一样，你是例外的也是这个样子想想确实。是不是？我知道有些人呢，我之前认识几个女孩子她说她们跑出来读书，为了是要逃婚。你不是逃婚来吧？是，你来读书不是来逃婚的，你是来工作的嘛？是不是？对。可是我在读书的时候也被叫回国相亲了一次。真的呀？相亲了一次，那种感觉如何呢？没有感觉，其实他也是被父母要求的来相亲的。所以让你父母开心一下。对。其实就说你说就是可能就是2个人在一起也没有什么共同的话语就是很尴尬，真的很尴尬。对，很尴尬是吧？对所以等于说你也不用担心嘛，是不是？他们是被父母逼婚而草率的结婚，你父母没有逼你结婚，你还可以自己挑是不是？我感觉他们也快要逼我的感觉。
但是你也学过读心理的哦，那你也学过我们的婚前教育的哦，你觉得你预备好自己结婚吗？我觉得我预备好了。OK， 你觉得预备好了 ？OK， 那就等新郎上门了。你看有人说了，预备好等郎上门了。对对。那我想说啊，当你还没有对象的时候，还没有对象的时候呢，你自己怎么样善用，或者是说怎么样使用你自己的运用你自己的单身生活？单身啊，就是首先因为一直在学习嘛，然后通过学习心理学，就让自己首先改变了很多，包括脾气啊，还有情绪的调节啊，什么都是可以把自己就调整到一个最好的状态。我觉得是最好的状态，就是跟别人相处的话，会觉得很舒服，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很舒服的那个状态。然后的话，我平时兴趣爱好比较多，然后现在有时间的话，我就会去学一些，然后就是参加教会的服饰啊，什么都可以锻炼自己。对啊，我看到说这个大半年呢，你就是默默的在学弹琴哦，不是谈情说爱的弹琴哦，是弹钢琴的弹琴。是所以可以弹琴出来了，希望就是可以真的弹一段琴出来了。所以来说你自己都有很多的嗜好，给自己调演你的生活。对，我会把自己的生活安排的就是有意义。对，不要浪费，在没有结婚之前，把自己就是装备的越来越好的那种感觉。等于说准备自己要进入婚姻的那种状态。对，是不是 ？OK， 所以你现在没有恐婚症了吧？没有，就是会有一点点那种感觉，说现在的婚姻都不太可靠的感觉。但是你之前也讲到说，有对象的话，你第一个要求就是希望是同一个信仰嘛，是不是？对，这个可以稍微让自己有安全感。有了安全感啊，那当然也要求他们要跟你一起做婚前辅导啦。这是绝对必须要的啊。好，那你有什么想要问那些长辈们？长辈我就特别好奇，就是生命中可能会遇到很多人，你怎么就知道遇到那个人就是对的人？好，那我就找一个人来回答你啊，明辉、梅秋。好，我们请 S 把他们请上来。好了，你们听到他问的问题了吗？你们要回答他。如何？来，卢婷，你再说一次你要问他们的问题。我的问题是，你的一生中会遇到很多的异性，那你怎么确定此时的他就是你要相守一生的人，就是你现在的太太，就是你选择了他，没有选择别人呢？那这个就要明辉来回答了啊！明辉，你要把这个灯打亮一点啊！杨杰说他也想问啊，所以卢婷帮他问了啊。OK， 好，明慧你回答吧。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困扰我很久。其实讲真的啦，如果说你怎样知道说是一个对的人，我觉得是说你双方面你们都要自己去培养，这是最重要的。那么就是说打个比方，你觉得说 OK， 你也欣赏他，他也欣赏你，那么你们两个是真的要花时间去慢慢培养。也不是说如果那种一见钟情这种事，只是我们在爱情小说里面才会看到。一见钟情一见钟情只有在那个电影里面，还是那个爱情小说里面才会遇见的。我是这样子认为啦，可能是有这样子发生，不过对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可能啦。因为你一段爱情的话，还是一段婚姻的话，你都是需要用时间
来慢慢了解，来慢慢经营。那么你2个人在一起也是一样，需要时间去磨合，这是肯定要的。所以如果说你双方都认定是一半，我的一半的话，那么是真的，你就要慢慢去培养同样的兴趣。一个同样的兴趣是很重要。同样的兴趣。对，那么当然离不了是最好是有同一个信仰是更重要。这个是很重要。因为我们2个之前也是讲真的也是无神论，算是无神论。那么家里是算拜神就是道教。家里叫来拜拜，我们就跟着拜拜，就这样子。也不会说特地说要去找庙还是找神来拜，还是什么遇到什么难题的话求神拜佛什么事，真的我们是不会想，没有这方面的。我觉得这个是神在拣选我们就是很奇怪就是我觉得我们在一起也不能够排除，我觉得不是说排除，是神早就安排好这样子的。这是我的感觉。OK， 好，卢婷，他的答案回答了你吗？还是你要再问梅秋？我听懂了，就是最后发现其实是上帝已经安排好的，对不对？对。就是说他们2个都有失恋过，一个5年之后才结的，一个是3年多，2个才遇到一起，然后有共同的兴趣，看上眼了，那 feel 就出来了。是。OK， 你还有问题问他？问题吗？再说一次。我说我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吗？可以啊，你问啊，他们上来就要让你问问题的。OK， 好，就是当你们发现自己想要相伴一生的人的时候，如果是100分的话，你给自己打多少分？是说我非常的确定是90% 还是100%，或者是80%？就是说那个时候的信心有多少呢？就没有一点点的那个担忧吗？没有，你是讲现在还是认识的时候呢？就是结婚的时候，结婚的前2天、前1天。当下结婚的时候肯定是100%嘛，100%才会。对，没有可能做那个落跑新郎啊。卢婷，你不做落跑新娘了啊？没有，我问一下。100%，结婚前2天还是100%，结婚1个礼拜前还是100%。那现在呢，也是100%，是不是？现在你看我们2个在这边就是相依为命，不180%。100%。他们结婚的14年了OK， 所以呢，卢婷不要怕，只要信。只要有信心，其实没有恐惧的，真的有些东西你是需要去试一下，你不要把门关上，关上了你就没有机会嘛，你去试一下，可能还是有机会。对呀，真的是你不叩门，他不给你开门的嘛，对，你就知道了。太很好了，好的，谢谢你们谢谢卢婷谢谢那个梅秋跟明辉好，谢谢你们好，你们看到了很有意思我们就是让大家问答了。那我最后把一个东西呢，再跟你们大家分享。事实上呢，我们真爱呢，从讲到说婚前教育婚姻当中有10大难题那10大难题是今天最后一个讲到说挥别，你怎么挥别婚姻的恐惧症那在这里呢，等一下我们是在真爱杂志呢第64期呢2012年的4月份我们有一篇的一个杂志一个文章，就是挥别婚姻的恐惧症。那有讲到说为什么有人害怕结婚呢？可能是晚婚的因素，不同的年代的年龄差距，像我妈妈的年代19岁都不是晚婚了也不是早婚了那这是给大家参考的。那你怎么样？譬如说我刚才问说我们姐妹们，你如何享受你的单身生活？你如何经营你的单身生活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说你什么都不做，那就光着等着说我的对象什么时候来，我的对象什么时候来，你没有预备好的时候，那对象是不会来的。
哈，所以要身心灵成熟哈。那身心灵成熟呢，我们这边有几个点嘛哈。那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那你可以去看到我们的杂志啊，在这一期哈，就是说那个心理，譬如说人在心理上的逐渐成熟有3个阶段嘛，幼童嘛，还有青少年嘛，一直到成人嘛。啊，那成人的时候呢，你要怎么样预备自己哈？那就是在单身生活当中呢，要好好去经营它。你会经营单身生活，当来2个人一同生活的时候呢，你就更加知道怎么经营婚姻了。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当时说，从基督徒来讲，我们是希望大家找一个同信仰的，是很重要的啊。那刚刚就是父母的婚姻的典范跟引导啊，譬如说像美华跟钟弟兄他们的夫妇，他们的婚姻啊很美满，所以他们的孩子呢就会以他父母的婚姻做一个榜样嘛哈。那当然就是说像譬如说东户跟碧霞，他们呢虽然说在婚姻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的吵吵闹闹，但是呢他们信主之后，他们会跟孩子对不起，说他们在吵吵闹闹，让他们有一些对婚姻的一个偏差啊，他们跟孩子道歉，然后呢重整他们的婚姻，然后他们现在经营他们的婚姻是越来越美满，越来越相爱哈。啊，无形中给他3个女儿有个榜样了哈。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呢在这里讲到说，如果你是父母，你还有孩子还没有结婚的，我们给你们建议，父母的引导跟祝福啊是很重要的。所以等于说在一个单身的朋友们，单身的弟兄姐妹，当你有对象的时候呢，你不要害怕跟你父母说，有些时候他们的眼光呢是他们懂的哈，但是他们不会干涉，就是父母也不要干涉，可以参与，但是不要干涉。你把你该讲的告诉他们，他们自己会做决定的。你不要去勉强他们，你不要去干涉他们，有时候反而会带来反效果啊。曾经有些父母在他的孩子交男女朋友当中呢，越反对他的孩子越要在一起，但是后来他们就是赌气就在一起了，那但后来还是离婚的结局哈。所以等于说父母的引导跟祝福是很重要。那我在这边讲说，积极的自我预备单身的哈，比如说我刚才问3个单身的，就说你怎么预备你的单身生活啊？譬如说你要学习一个婚前教育啦，还有一些书籍啦，还有一些的婚姻的讲座啦，为自己还有一些增加自己的品格啊，增加自己的一些的个性，还有沟通的方式哈。那还有什么失恋的过程当中，有失恋的话，赶快去处理它。好，这个就是这个篇文章给大家一些的建议，因为我们讲不完的啊。那我们这个婚前教育呢，到了尾声了。那我还是要把我们说完整的婚前的教育哈，婚前的事工给大家分享哈。张万婚姻之旅，那这个阶段呢，我们在第1课的时候都讲了，我们通常是先从交朋友开始，那交朋友就来电了，来电的话呢，就进入恋爱了。进入恋爱的时候，就开始觉得说，哎，我们要为结婚交往，然后呢，开始就会思想呢，怎么订婚啦。啊，那怎么样准备结婚呢？那这个过程当中，在这里给大家有参考。那准备结婚的时候，我们就鼓励大家要准备婚前准备的时候呢，必须要先做婚前辅导。那婚前教育，事实上我们这样连续10课呢，就是一种婚前教育，帮助大家进入在恋爱当中应该知道的事情。我们叫做婚姻之前的预备手册啊，这就是一个手册了。啊，那如果说刚刚我们讲说没有对象的人呢，我们就会择偶的服务嘛，哈，就是我们介绍的一线牵。所以等于说这里呢，就是给大家看到，你要知道怎么预备自己进入婚姻哈。所以等于说这个2个半月的时间哈，我们就把这个婚前的教育的过程当中贡献给大家。所以你觉得说可能你没有听过到之前的没关系，你可以到我们的 YouTube， 我们有一个连接，等一下会给你啊，还有我们这个真理堂跟真爱的配合的一些的片段，还有 video， 我们还是会放在这，所以你们还是可以看的哈。好，那我们现在呢，在幕后在结束之前呢，我还是要请我们这个主持人呢，不晓得他的先生回来了没有啊？回来了 ，Kevin 在吗？Kevin 回来了没有？回来了。Hello， 看到吗？啊，你看这一对夫妇终于要出现了 ，Kevin 也赶集回来了啊。是，想问一下，你们2个人结婚多少年了？02年到这边18年了。这个 S 还要想一想啊，你看你先生讲得很快，18年了。
好，所以那次我看到说 S 的时候，因为他还是在恋爱当中，所以他的 IQ 就只是20%。没错。啊，好啦，你们这个结婚的哈18年啊，你们因为你孩子都还小，你们2个儿子，你要讨媳妇儿的啊，未来啊。是。但是呢，你们2个18年，你要给我们一些单身的朋友们、单身的弟兄姐妹们有什么好的建议？除了刚刚那几对讲完之后，你们还有什么要补充的？要补充的，我觉得前面讲的很好。我觉得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信仰，好，所以刚才从前面开始讲是说要等待、等候啦。然后我觉得这些就是也是我们这样亲身走过来，觉得是最重要的部分。是啊，对，然后要一群好朋友。不要说2个人交往就忘记所有的朋友，只有2人世界。对，要有好朋友，常常对，而且要常常问朋友的看法，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2个人是盲目的，对吗？智商只有20，所以呢，我们需要别人的智商补强一下盲点，这样子。对，爱情是盲目的啊，看不见了，眼中只看到他，其他都不用管了。对，真的。啊，很好啊，所以你们夫妻俩，我常常说，觉得说会做家事的男人呢，怎么样 ？Esther 200分，最帅气啊，什么200分？哦，最帅气，你看帅还是比较重要。对，我们看到我们每次要做直播的时候呢 ，Kevin 就在后面做卫生、拖地，哇，那么忙碌的工作回来还要帮忙太太做家事，这个老公哪里找啊？然后刚刚不是在拖地，刚在修家里的电，刚家里整个是没有电的。哦，所以你看，我们上来的这一刻，上来前5分钟前5分钟才修好。哇，太好了！哇，你看，真的很有意思哦。你看，时间1秒也不差。哎呀，我也没想到，我还不晓得你们停电啊。因为我们不好意思打扰大家，然后想说上帝一定会有预备，最后5分钟，很像在演电影。对啊，其实我们又很紧张的。哇，不错，你们拿捏的很好，哎，感谢赞美主啊！上帝的恩典。然后给我把这时间交给你这个Esther 啊，直播的啊，那个 Kevin 呢，也是常常支援太太，他直播你也在帮忙在后面给他提点。有背景。没有，感谢先生支持哈，在家里拖地，我们才可以专心的直播，不用管家事，所以很重要，一定要来听这个讲座，然后要选对先生。会做家事的老公不错。对，重点是上帝选的才是最正确的哈。我们自己看真的很多的盲点，但是上帝选的绝对不会错，这样子。对，好，那我们就要广告一下咯。对，你广告啦，你做广告吧。OK， 好，这个就是我们有所有之前的，如果你没办法上 Facebook， 然后你就可以扫码在这个师母的 YouTube， 最好是追踪哦，因为我们陆续之后会有很精彩的更多的直播活动哈。那这是我们之前说的哈，师母说的，如果你有需要的话，都欢迎你联络我们，然后扫码哈。那可以回去看直播再来扫码，或是跟我们留言都可以哦。好，10堂课是不是有改变你的人生呢？大家都然后我觉得我也改变很多哈，就是非常丰富很精彩，然后也改变自己很多看法吧，就是对婚姻啊，还有怎么样去对待儿女啊，他们也是开始担心就他们以后要有2个媳妇嘛哈。对，原来2个媳妇啊。对，然后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广告咯。师母要广告一下吗？对，我们过去呢2个半月哈，我们讲的是婚前的婚前的给大家知道打预防针。那我们就说这叫做什么呢？
预防胜于治疗。但是呢，当你进入婚姻，你还没有做过婚前教育，我们在这里呢给大家有个盼望，如何经营你的婚姻。你结婚后，我们给大家提点，在婚姻当中也有10大难题，那个难题可能就在我们生活当中常常会出现的。所以我们讲说婚姻当中的生命周期，我们说婚前呢，你的交往男女朋友恋爱呢，最好有经过春夏秋冬啊，但是婚姻当中也有春夏秋冬，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它啊？就请大家拭目以待，然后会慢慢来说过来给你们大家听。那如果说你在婚姻当中的人，也可以去听啊。那当然说有些人恐婚症的来听听我们讲婚姻的难题，可以消除你对婚姻的恐惧。是的，很多人很期待一直问什么时候有针对婚姻的结婚的人啊，已婚的人啊。对呀，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人呢要找辅导不容易，但是我们希望在这些课堂当中也帮助大家，当你婚姻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怎么样去面对它，你怎么样去处理它怎么样去经营你的婚姻是很重要，让你们的夫妻的恩恩爱爱再回过来。把那个起初的爱再把它炒热找回来找回来。对，像我智商越来越低，对不对？越来越爱你，是吗？对，越来越低。好了，我们请所有人上来可以吗？可以，跟大家大团每个人上，哇，大团结啦，大团圆啦，大团结啦！哇，你看看，哇 ，OK。好啦，你们每个人每一句送我们的直播前的一些朋友一句话，可不可以？我们这个婚前教育的，你们所经历过的，你们有什么话要祝福大家的？先讲先赢吗？一生一世吗？一生一世 ，OK， 不错，一生一世 ，OK， 永浴爱河。永浴爱河，永浴爱河。白头偕老，白头偕老 ，OK， 还有呢？大家勇往直前，爱永不止息 ，OK， 好，蒋弟兄呢？勇往直前。勇往直前，鼓励单身的勇往直前，不要害怕，不要畏惧，不要畏惧。好，有个勇往直前，我勇于负责。勇于负责。加上勇于负责。好，那我们单身的呢？要有信心。要有信心。好，那我们另外一个单身的呢？等待神所预备的。等待神，阿们，等待神所预备的啊。好，那杨杰呢？寻找神所预备的。寻找神所预备的。好，我们这个是快在这追踪的啊。那我相信呢，我们感谢上帝啦，让我们在这里大家现身说法啊，也帮助大家哈。我们祝福大家好吗？有好的睡眠，然后呢，在直播台的你们可以再回看他们都在前面几集都有在诉说的啊。好吗？我们跟大家说再见。好，晚安。晚安，拜拜。在同一个时间哦。